時忘掉絕領上領略活着美妙，山依舊心卻麻木了。相見兩翼風中折掉，現實命我放棄最美麗青鳥。你說過仲悠悠很重，深信是我會到結局扭轉苦痛，全憑着我意決，從未動來日會高飛遠航。爭取天般壯闊光輝未來，終必發現腳下每步山與欲來。悲傷苦楚懊悔不需掩蓋，它焦化做熾熱，渴望着破曉的愛。此刻不必強忍淚流，這一次每滴眼淚伴歡笑再流。踏上世界最高處，傾出我所有，才查明在心裏力求，一生跟你緊扣。咩話？呢個真係好犀利啊！各位觀眾，一場令人震驚嘅大冷門發生嘅，新俄羅斯嘅阿爾戈高斯基竟然被打敗咗啦！而且比賽時間只係用咗短短48秒，對手係尋日仲寂寂無名嘅新瑞典諾貝爾高達。究竟今日多蒙卡修嘅高達格鬥會點呢？好似有種暴風雨將至嘅預感。佢而家緊到去到 ，Ready Go！呢位美少女格鬥家真係非常之危險㗎，連俾佢㗎。輸咗嘅原因係咩啊？講下你而家嘅心情。快啲行開啊！揸車！呢個係咩嘅？係號外啊！新俄羅斯竟然輸咗俾騎兵阿連比亞之利。你條友講真啊，即便唔係記者，都會想去追問原因啊！多蒙，你幾時走咗入呢？喂，等陣！我本來係想拒咗你比賽嘅，點知嚟到嘅時候已經打完㗎。到底係點回事？好似你咁勁嘅人都會輸？呢樣嘢我都真係好想問清楚啊！竟然會輸俾嗰一種類型嘅對手？結果就係一切，講再多都係藉口。但我可以肯定，阿連比好危險，同你好似，同我似。即係點樣啊？高達格鬥就係一場充滿未知數嘅戰鬥，你自己都要加倍小心。咁樣嘅話，佢反而鼓勵咗你。係啊，佢叫我都要小心啲。哎呀，你睇下，佢真係好關照自己嘅朋友啊！一個姐姐。嗰邊啊，嗰邊嗰兩個人喺度比試緊啲咩？最近嘅遊戲機中心都係大同小異啊！多蒙格鬥大哥2代而家超受歡迎嘅體感遊戲。哥哥，你應該幾中意呢類嘢㗎啦。簡直就好似高達武鬥咁啊！真係喎，呢個真係贏唔到啊！好，贏家又係白虎隊嘅選手，竟然已經16連勝啊！
係女仔嚟㗎。喂，咁啊，仲有冇人有膽量挑戰呢位無敵嘅冠軍啊？仲有冇人啊？有冇人敢上嚟啊？點啊？佢就完啦。我仲以為會有冇更有實力嘅對手添。唔通唔歡迎職業選手咩？都蒙啊！咁樣至似樣㗎嘛？嗰個人係高達武鬥家嚟噶，就係嗰個話要全勝嘅人啊！好似係叫紅心之王。高達武鬥家，唉，佢點算好啊？冇所謂，我接受。對方係職業選手嚟噶。其實職業選手打機都唔係一定勁㗎嘛，咁樣至好玩啊嘛。大家聽見啦，跟啦，有真正嘅武鬥家挑戰啦！我會認真打佢。竟然俾人睇得雞片，咁格鬥大哥二代，請大家準備開始啊！咁啦，好快！唔係啊，頭先明明係必殺技嚟嘅。佢哋我唔認真嘅打真係唔得啦，幾勁喎！呢個人好犀利。好勁啊！都蒙認真起噶啦，嗰個女仔到底係咩人？玲姐姐，呢部機竟然完全跟唔上佢哋兩個嘅動作。會爆炸！弊啦！喂，你同我打得咁精彩啊！你真係第一個啊！下次再見嘅時候，我一定會贏翻你噶。好，正合我意。走啦！等陣，你叫咩名？阿蓮比，我係阿蓮比比亞之你啊！阿蓮比啊！咦？你話佢係阿蓮比比亞之嚟？係噶，打敗阿老哥嘅就係噶。阿蓮比比亞之尼，新瑞典宇宙軍少尉，精通軍隊式格鬥術，至今嘅戰績係全戰全勝。而且所有比賽都係喺1分鐘之內解決。你覺得點？佢出色嘅格鬥家竟然一直被埋沒，真係令人驚訝。呢層就難講啦。你仲係好似以前咁多疑喎。對於無名嘅格鬥家，周圍嘅人往往會掉以輕心。咁你想話佢只係靠運氣贏到而家？唔係，我係話如果唔諗埋之後嘅戰鬥，係唔可以咁輕率落判斷。原來係咁。既然係咁，
就等我哋咁測試下佢嘅實力啦。哦，咁你打算派邊個同佢打呢？呢個問題仲使問咩？梗係東方老師啦。你覺得呢件事點樣啊？駕駛神高達嘅多蒙卡修，真係一場令人期待嘅對決啊！阿連比，聽講你又喺度搞搞震咯喎！我咩都冇做過啊，淨係玩下啫嘛。你個行為唔好咁輕率啊！你知唔知為咗你，究竟到底用咗幾多國家預算同資源啊？我又冇叫你哋，一定要將我轉化成為高達鬥士。今日就咁過，精神數值升得好奇怪喎，係咪發生咗啲咩好事？冇啊，冇隨便窺探人哋嘅內心。對唔住，我唔係呢個意思。你就拜託你啦，唔知連我都。我以後都唔會再聽嗰班人講嘢噶啦，唔知。唔知，因為對唔住啊，你係多蒙卡蘇。好似啊你，哥哥，我哋都已經食緊飯啦。你好啊，你好。你真係唔使咁客氣喎。我真係第一次入到你呢架廢船入邊噶。唔介意嘅話，一齊食餐飯點啊？但係我開動啦！好開心啊！我第一次食得咁開心，全部都係第一次咧。但係咁樣做真係好咩？半夜3更走咗出嚟，嗰班人真係好悶，因為佢哋只係當我係高達咗零件啫嘛。唔係咁樣嘅。既然係同一個國家嘅同伴，贏冠軍就係共同目標。我根本就冇同伴。我哋好似嗰兩個細路咁大嘅時候，就冇咗父母，之後就一直喺軍隊嘅設施入邊長大，純粹係為咗成為高達鬥士。同我好似喎。但係而家唔同啦，我而家好想痛痛快快咁打場。唔知遊戲嘅勝負就用高達對決咁解決啦。咁好啊，正合我意。今日對決係新日本對新瑞典嘅大戰，我哋會喺維多利亞風擂台現場直播。終於要開始啦，就等我睇下你哋有幾多料啦。照舊按 C 計劃行事。唔好做埋咁多餘嘅，我想同多蒙用真正嘅實力嘅較量，唔係嘅話我就唔同佢打。唔使理嘅，有到早準備。如果喺決鬥前搞到心理狀態失去平衡就唔好啦，先仔細咁觀察情況啦。多蒙佢㗎，等我同你攞一場終極嘅決鬥啦！既然係咁樣，高達決鬥吧。準備好啦，假設出發啦！呢個係諾貝爾夫拉段啊！裁決嘅最後一站，好勁啊！真係已經過咗1分鐘。
佢仲未發揮出嗰陣時嘅實力，打敗我嗰股力量。簡直係玩緊遊戲。佢哋兩個就好似喺度互相試探實力咁，享受緊呢場遊戲。好勁啊，連比，比上次仲要快。我真係從未試過打得咁開心。快啲睇下啦，多夢！喺度發緊光。明明阿連比以前係咁討厭高達決鬥嘅，但係咁樣係型。我哋要即刻更改作戰計劃，即刻發射誘導波。喂，請等下。呢個係命令啊！發生咩事？呢個係就係打敗我嗰一種力量。透過潛意識系統，佢嘅潛在戰鬥能力會被激發到120%。就喺嗰個時候，阿連比就會徹底化身為一個所向披靡嘅狂戰士。到底係點解呢對拳頭會咁冰冷？好似完全感受唔到任何。呢對真係人類所能夠打出嚟嘅拳頭咩？你講呢位阿連比選手嘅實力係咪真係好勁呢？咁樣係唔得嘅。點解？百聞不如一見。喂，你快啲睇下嗰邊嗰個高達啦，真係好型啊！阿連比，咁就啱啦，因為我哋贏咗強敵新日本。吓，嗰個係你講咩啊？高達超級武神。阿連比，睇翻起啦，我哋一直渴望佢，應該唔係呢種戰鬥。冇錯，我哋格鬥家除咗用拳頭傳達心聲之外，就冇其他辦法。所以阿連比同而家失去咗靈魂嘅你戰鬥，我一啲興趣都冇，只會覺得好悶。都冇。傻啦，太危險啦！就係而家狂戰士模式全攻啊！冇事啊，都冇。死俘虜之物像。但願你可以重新喚醒阿連比靈魂嘅拳頭吧，拜託啦！睇我嘅爆熱嘅火焰，神之子出現啦！真係唔可以咁樣嘅。誘導裝置都燒毀咗啊！都冇。佢哋兩個唔會死嘅，係雙重擊倒。唔快企起身啊！
神高達終於已經重新爬企起身啦！你哋阿連比都係，唔可以就咁結束。你終於變翻，原本咁樣咯喎。對唔住，明明係一場難得嘅決鬥。唔係，我哋嘅戰鬥而家先開始。都到呢一步啦，你仲諗住繼續同我打下去咩？梗係啦，決勝負。我呢隻手正喺度火紅咁燃燒，佢叫我要捉緊勝利。發出光明嘅咆哮。阿連比，道門，太好啦，道門真係已經贏咗啦。道門呢度啦咧。你冇事嗎？阿連比，不過咧，我真係覺得好啲啊，所以等我喺呢度休息多一陣間先啦。你慢慢休息下啦。ありがとう。你有冇諗到啊？佢哋不知不覺之間已經脫離咗我哋嘅掌控，成為咗一個出色嘅格鬥家。係啊，其實呢種狂戰士系統唔再需要啦。收翻頭先嗰句，阿連比比阿茲利，只要好好磨練，佢都會發光。睇下又多咗件樂趣，道門。早些的去安睡，繁星的歌如鳳葉掠過，愛的音樂如詩美妙回盪，送君星的歌一闕，星光守望，看你這樣疲累，悲患之中且安躺，厭倦戰士許多年，永遠未能明白。皆さんお待ちかね。チボデーの次なる相手はピエロの操るジェスターガンダム。モノマネ戦法と不気味な笑いでチボデーを追い詰めます。しかしシャリーたちの優しい歌声がチボデーに勇気を与えるのです。機動武闘伝 G ガンダム、ピエロの幻惑怒れガンダムマックスターにレディーゴー。この番組は楽しい時を作る企業バンダイと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がお送りします。最強のハイパーモードに変形した G ガンダムはデビル軍団四天王マスターガンダムとの壮絶なバトルを繰り広げた。爆熱ゴッドフィンガー60分の 1G ガンダム発売。